如果你或者屋企老人家今年啱啱好65到75歲，手頭上面辛辛苦苦積落嗰10萬蚊棺材本，你真係以為死存喺銀行度就最安全？唔好咁天真啦！講真，65到75歲呢10年，先係人生最關鍵、最要慎重嘅10年。呢段時間你啱啱退休冇耐，身體仲算硬朗，但各種衰老嘅跡象開始慢慢浮現。你以為攞住張銀行存摺，個心就安樂錯啦！而家香港乜嘢價錢樣樣都貴到呢？10年前一碗雲吞麵20蚊有找，而家閒閒地40蚊起跳。10年前睇一次普通門診百零蚊，而家私家醫生隨便都幾百蚊落樓。10萬蚊聽落唔少，但你認真計一計，喺今日嘅香港呢筆錢可以撐到幾耐？你諗下，公立醫院排隊排到幾時？專科門診分分鐘等成1年半載。人老咗邊有咁多時間同身體慢慢等？你以為等得切，但病魔唔會等你。好多老人家就係排隊期間小病拖成大病，等到終於有得睇醫生嗰陣，已經錯過咗最佳治療時機，咁唯有轉睇私家啦。但私家醫院一次大病，一個手術分分鐘幾日之內10萬蚊就湧到清袋，仲未計數後跳你請人睇護嗰啲使費添。我見過唔少家庭就係因為老人家一場急病，成個家庭嘅積蓄一鋪清袋仔女，仲要周圍撲水。仲有啊，而家啲騙局幾狡猾，你知唔知？專登盯實我哋呢班上咗年紀嘅長者落手，佢哋手法層出不窮，一時扮公安，一時扮銀行職員，一時扮你嘅老朋友。總之就係捉住老人家對社會唔熟悉、對新科技唔了解嘅弱點，一個電話一個短信講到天花龍鳳，老人家一時心軟或者一時慌亂，幾十年嘅血汗錢分分鐘一鋪清袋，追都冇得追。我聽過有長者俾人呃咗幾十萬，報警之後錢都追唔返，成個人崩潰抑鬱咗好耐，身體都差晒。你話恐唔恐怖？所以咧，真正醒目、真正為自己晚年著想嘅老人家，唔會將10萬蚊淨係當成銀行卡度嗰幾個死數字鎖喺個戶口度當擺設。呢種諗法其實已經過時啦。真正叻嘅做法係要喺75歲之前盡快將呢筆錢轉化部署好，換成2張晚年真正靠得住嘅保命底牌。呢2張底牌唔係講完，係實實在在，關鍵時刻可以救你一命、保你尊嚴嘅安排。冇呢2張牌傍身，就算你戶口擺住10萬8萬，遇到大病或者意外，你都只會手忙腳亂，甚至要開口問仔女攞錢，睇人面色做人。晚年過得有幾冧涼，你自己諗下都心寒。到底係邊2張底牌？點樣部署先至最實際、最適合香港嘅老人家？呢啲就係我哋接落嚟要同大家仔細拆解嘅重點。想晚年過得有尊嚴，唔使睇仔女眼色，手頭隨時有底牌傍身，唔怕病唔怕騙。記得即刻點擊訂閱我個頻道，仲要按埋旁邊嗰個光亮小鈴鐺，咁先至唔會錯過呢啲真真正正保命又實用嘅晚年生存智慧。遲啲你會多謝自己今日呢個決定。好啦，講開有詩，我哋而家就嚟拆解第1張真正保住你晚年尊嚴嘅底牌，到底係乜嘢？其實好簡單，就係將手頭筆錢嘅一部分轉化做高質量嘅健康資產同埋居住防線。你可能會問，講到咁玄乎，即係點啊？我哋講翻實際啲，你去問下身邊啲叔叔嬸嬸或者你自己老人家，佢哋最驚嘅其實唔係冇錢，而係驚乜？就係驚跌親，同埋驚細病拖成大病。你千祈唔好少睇跌親呢件事。喺香港好多老人家就係一個唔覺意喺屋企個廁所個廚房滑親一跤，輕則皮外傷，重則髀骨都斷埋，一跌就要輟床幾個月。你話慘唔慘？唔單止自己受晒罪，成個人精神都散晒，仲要請人翻嚟聯絡。1個鐘頭請一個陪月式嘅護理都要成100幾十蚊，1個月落嚟，你嗰10萬蚊分分鐘去咗一截。仲有啊，細病唔理，拖到變大病，去到嗰陣先睇醫生，就好似上文講，私家醫院嘅使費分分鐘令你嗰筆棺材本一鋪清袋。咁到底點樣先可以將呢筆錢用得其所，真真正正幫到自己安老呢？我歸納咗3個實際到地嘅做法，你聽完覺得啱用就可以即刻行動。第1個落地要做嘅嘢就係居家安全呢一 part。呢樣嘢真係唔使好多錢㗎。你去5金鋪或者2蚊店買翻幾塊防滑膠底，喺個浴缸度企身沖涼嗰陣企嘅位置貼好，再喺馬桶同浴室牆身加裝一條扶手柄，等老人家企起身，
如廁嗰陣有嘢周住，仲有屋企啲拖鞋唔好再着嗰啲膠底磨到滑晒嘅舊鞋，換對防滑力強啲嘅老人鞋。仲有一樣好多人忽略嘅就係照明，好多老人家屋企盞燈又暗又黃，夜晚起身去廁所乜都睇唔清，咪一腳踩空咯，加盞小夜燈，改善下走廊同廁所嘅光猛度。呢啲全部加埋可能幾百蚊到千零蚊就搞掂晒。你諗下，用呢幾百蚊換嚟嘅係乜嘢？係幫你自己提前掃走咗跌親嘅陷阱，慳翻嚟嘅可能係將來幾萬蚊嘅醫藥費同請人照顧費，筆數點計到底。第二個落地做法就係家居改造要趁早。如果你住緊嘅係舊式公屋或者唐樓，廁所同廚房嘅門檻可能太高，對老人家嚟講每一步都係風險。你可以考慮將門檻賣平少少，或者加裝一條斜板，等出入嘅時候唔使跨大步。仲有，如果屋企用緊嘅係舊式電熱水爐，要留意水溫穩定嘅問題，避免沖涼嗰陣忽冷忽熱，老人家血管適應唔到，好容易出事。換一個能溫嘅花壇或者熱水爐幾千蚊嘅頭絲，換嚟嘅係每日沖涼嘅安全同安心。呢啲錢真係唔慳得。第三個落地做法就係預防性健康。呢樣嘢好多老人家都有個盲點，就係惜身惜勢，唔捨得去做身體檢查，諗住我冇病冇痛，睇乜嘢醫生啊，唔使嘥呢筆錢。呢種諗法其實先至係真正嘅嘥錢。政府發嘅長者醫療券，好多老人家擺到過期都唔記得用。其實你可以攞嚟做啲針對性嘅檢查，例如驗下血、壓血糖、照下骨質密度、驗下肝腎功能，早發現早醫治，好過去到病發嗰陣先後悔。我成日同啲老友記講，身體檢查就好似汽車年檢咁，你唔會等到架車死火先去做維修噶嘛。人嘅身體都係一樣，平時唔保養，等到出事先嚟整，嗰陣又痛苦又使錢。你每年用幾千蚊做一次全面體檢，萬一驗到有咩早期問題，可能食藥就控制到。但如果拖到後期先發現隨時要住院做大手術，嗰陣花費就係幾十萬計。你話邊樣着數？除咗身體檢查，飲食方面都係嗰句老套說話，藥補不如食補。與其去買啲吹到天花龍鳳成千蚊一支嘅所謂補品，不如將啲錢使去買啲新鮮嘅魚菜蛋白質，食得營養均衡啲，身體底子好先係抵抗百病嘅根本。我見過有老人家每個月花幾千蚊買保健品，但平日餐餐白粥鹹菜，結果營養不良，免疫力仲差過人。你話呢啲錢係咪使錯晒？講到呢度，我諗問下大家，你哋平時最捨得將錢使喺邊度？係情願食得健康啲，買多啲新鮮嘅菜同肉類，定係情願去買一堆話有幾厲害嘅貴價保健品？大家可以喺評論區度講講你哋嘅諗法，等我哋交流下。講返正題，仲有一個好多人忽略嘅健康投資，就係牙齒保健。好多老人家覺得甩牙係正常事，唔使理，但其實牙齒健康直接影響營養吸收同腸胃功能。你食嘢都咬唔爛，點樣吸收營養？政府嘅牙科街症服務有限，你可以考慮用部分儲蓄去睇私家牙醫，至少每年洗一次牙，檢查下有冇蛀牙或者牙周病，有需要嘅話配翻一副合適嘅假牙。呢筆錢用咗，換嚟嘅係每日食得安樂，身體吸收好，絕對值得。所以講到尾，你成日諗住擺喺銀行度嗰筆錢，1年半再出翻嚟嘅利息得嗰幾百幾千蚊，你話呢啲利息可以抵得住一次跌傷入院、一次大病嘅使費嗎？梗係唔夠啦！將你筆錢識得投資落去裝備一個安全嘅家，同埋養翻一個健康嘅身體度，先係真真正正冇得輸嘅第一張保命符。呢張符抹穩咗，你先有本錢同福氣行埋去下一張更加重要嘅底牌。不過講完第一張底牌，我又想補充多一句，好多老人家覺得做居家安全改造好麻煩，又要揾師傅又要搬嘢，諗起就頭痛。但係其實而家社會福利署同埋唔少非牟利機構都有提供長者家居改善計劃，符合資格嘅長者可以申請資助，甚至有義工上門幫手安裝。你唔使一個人搞晒，可以問下屋企嘅年輕一輩，幫手上網查下資料，或者打電話去社福機構問下呢啲資源擺喺度，唔用好嘥㗎。講完第一張底牌，我哋而家嚟講第二張。呢一張可以講係最核心、最考驗人性嘅一張，就係將你部分存款轉化做獨立嘅經濟邊界同埋晚年嘅心理底氣。呢樣嘢講出嚟可能有啲闖心，
但我都要同大家講真話，好多香港嘅老人家心真係太軟啦。仔女一開口話想供樓、想做生意，甚至話想周轉下，做父母嘅二話不說，即刻將手頭嗰10萬蚊棺材本全部掏晒出嚟，仲要話我唔緊要，你哋好就得。呢種心態我明天下父母心，但係不希望仔女過得好。但係你有冇諗過，你太早太乾脆咁將手頭嘅底牌交晒出去，其實你晚年好多時候就等於交埋自己嘅話語權出去。你諗下，人老咗一旦手頭冇咗籌碼，你想話去飲下茶，想裝修下屋企，想睇場好戲，甚至你想去下街邊少少任性咁買啲嘢，你都要開口問，要睇人面色。仔女心情好就應承你，仔女心情唔好或者佢自己都手緊，就隨口打發你幾句。到時你先發現原來自己老咗，喺屋企連講嘢嘅底氣都冇埋，呢種滋味真係好難受。我識得一位70幾歲嘅陳伯，佢就係典型嘅例子。陳伯退休嗰陣有20幾萬儲蓄，本嚟計劃同老伴每年去一次短線旅行，享受下人生。結果個仔話想做生意，開間茶餐廳，問陳伯借錢周轉。陳伯心軟，一次過借咗15萬俾個仔。點知茶餐廳做咗唔夠1年就執笠，啲錢凍過水。從此之後，陳伯兩老想去邊度都要問個仔攞錢，個仔有時俾，有時唔俾，仲成日話阿爸你慳啲使啦。陳伯同我傾偈嗰陣眼濕濕話，早知當初留翻啲錢喺自己手，而家唔使咁樣睇人面色。所以我今日好想同大家講清楚，你手頭嗰10萬蚊係你嘅防身錢，一定要牢牢列喺自己手度，唔可以心軟就掏空式咁掏晒，俾下一代適度幫襯，梗係得嘅。仔女有急事，你想幫下手，人之常情，無可厚非。但係呢個幫字一定要有個度，唔可以去到洗清光嘅地步。你手頭有錢搣住，你先有底氣去講嘢，你先有底氣去做決定。講句唔中聽嘅，你手上有錢，仔女對你反而會更加敬重，更加孝順。你隨時可以做自己想做嘅事，唔使睇人眉頭眼額。呢種尊嚴先係真金白銀都買唔返嚟嘅嘢。咁到底點樣先可以做到既幫到仔女又唔傷到自己嘅老本呢？我有幾個實地建議俾大家參考。第一個建議就係設定一個明確嘅幫襯上限，你可以預先決定自己最多只會動用存款嘅30%嚟幫仔女，其餘70%係無論如何都唔會屈嘅。呢個上限諗好咗就要堅守，唔好因為仔女多講兩句好說話就心軟。你同仔女講清楚，阿爸阿媽能力有限，最多只可以幫到呢個數，其餘嘅你要自己諗辦法。咁樣講，仔女反而會更尊重你嘅界線。第二個建議就係幫襯要有條件，唔好無償付出。如果仔女問你借錢，你可以要求佢寫翻張欠據，講清楚幾時還，點樣還。呢個唔係冇人情味，而係幫佢建立責任感。你唔想見到嘅係你嘅錢借咗出去，仔女當係老奉，完全冇還錢嘅打算。你要求佢寫欠據，佢就會認真對待呢筆錢，唔會亂使。第三個建議就係學識講唔好。呢樣對好多老人家嚟講好難，但你又明白你已經養大咗仔女，供佢哋讀書，幫佢哋成家立室，你嘅責任已經完成咗佢哋成年之後嘅路，要由佢哋自己行。你唔需要為佢哋嘅每一個決定埋單，更加唔需要耗生自己嘅晚年保障去成就佢哋嘅莫望。你講一次唔好，唔會令你成為一個壞父母，反而係教識仔女尊重你嘅獨立性。不過講到呢度，我又要提大家避個坑，千祈唔好為咗想將10萬蚊翻倍，就周身去買啲高風險嘅理財產品，或者聽信左鄰右里話乜嘢街坊力量高息保本嘅計劃，呢啲好多時其實就係專登呃老人家棺材本嘅騙局。一旦密咗入去，分分鐘血本魔歸，仲慘過擺喺銀行食息。我講幾個常見嘅騙局套路你聽。第一種係高息存款。有人會話你知，將錢放喺佢哋度，每個月有8厘甚至10厘利息，仲話包保穩陣。你諗下，而家銀行定期存款得2-3厘，邊有可能有咁高息？呢啲通常都係 Ponzi 騙局，用新客戶嘅錢去派息俾舊客戶，等收到夠數嗰陣就成個人間蒸發。第二種係長者保健產品直銷，有人上門或者打電話話有隻新藥或者新儀器專治老人病。仲話而家優惠期買夠1萬送多2000，你買翻嚟之後先發現根本冇用，仲要退唔到貨。第三種係假或者假公安電話，騙
騙徒打電話嚟話你個仔俾人金價咗，要你即刻過數返人，或者話你涉及洗黑錢，要你將存款轉去安全戶口接受調查。呢啲全部都係騙局，千祈唔好上當。記住一個原則，任何要你即刻過數，唔好通知屋企人，唔好同銀行職員講嘅要求，9成9都係騙局。遇到呢啲情況，你應該即刻收線，然後打電話俾仔女或者報警核實。仲有，唔好隨便將銀行戶口號碼、身份證號碼、密碼呢啲介人之疑話俾陌生人知。你嘅棺材本一定要自己睇實同時間。我又想講多句，都唔使個個大時大節都唔捨得食唔捨得着，成日諗住我要留翻啲錢俾屋企人，留翻啲錢俾間醫院，將自己晚年過得緊緊張張，捱生捱死。你都要識得使，識得享受下呢10幾20年嘅好日子。錢係用嚟令你活得舒服，活得有尊嚴，唔係用嚟死守嘅數字。我見過有老人家每個月慳到連新鮮餸都唔捨得買，餐餐食隔夜餸，結果營養不良搞到入醫院。你諗下，你慳嗰幾十蚊買餸錢夠唔夠你住院一日嘅使費？梗係唔夠啦。與其咁樣慳，不如每個月撥一筆固定嘅錢出嚟，當係享受基金，用嚟食好啲、着好啲去玩客，善待自己。你辛苦咗大半世，晚年係時候對自己好啲。講到最尾，我想話俾大家聽，其實晚年最好嘅保命底牌，從頭到尾都唔係銀行卡度嗰一串數字咁簡單。真正嘅底牌係你有一個清醒嘅頭腦，一個健康嘅身體，仲有就係一份你喺自己手度冇人可以奪走嘅尊嚴。呢3樣嘢齊晒，你先可以真真正正咁行得穩，企得直，唔使驚唔使慌。點樣保持清醒嘅頭腦？你要持續學習新嘢，睇多啲新聞，了解下而家社會發生緊咩事，咁你先唔會咁容易俾人呃。你可以訂閱一啲正經嘅資訊頻道，或者參加社區中心嘅長者學堂，學下點樣用手機上網，點樣分辨假消息。你學嘅每一樣新技能都係保護自己嘅武器。點樣保持健康嘅身體？除咗之前講嘅飲食同運動，仲要記住保持社交生活，唔好成日屈喺屋企對住4面牆。約下舊同事飲茶，參加下社區活動，同人傾多啲偈。你越封閉自己，就越容易撞牛角尖，越容易俾人趁虛而入。有朋友嘅支持，你嘅心理質素會好好多。點樣守住自己嘅尊嚴？就係記住，你首先係一個獨立嘅人，然後先係父母、祖父母。你有權利為自己嘅晚年做決定，有權利安排自己嘅生活，有權利使自己辛苦賺翻嚟嘅錢。唔好因為怕仔女唔高興而委屈自己。真正愛你嘅仔女會希望你晚年過得開心，而唔係希望你犧牲自己去成就佢哋。如果你覺得今日呢期內容講中咗你，或者你屋企老人家嘅心聲，記得轉發分享俾身邊嘅同路朋友，等更加多長者可以聽到呢啲真心話。同時間大家可以喺評論區度留翻言，話我知你手頭嘅保命底牌而家準備好未？定係你都有啲心聲想同大家分享下？你嘅分享可能會幫到其他同你一樣面臨同樣豁達嘅長者。未訂閱嘅朋友記得快啲點擊訂閱我個頻道，仲要撳埋旁邊個小鈴鐺，咁就唔會錯過我哋每一期嘅內容。我哋下一期繼續同大家分享香港老人家最貼地、最管用嘅晚年生存智慧。記住，晚年嘅幸福唔係等返嚟嘅，係規劃出嚟嘅。由今日開始，好好部署你嘅2張保命底牌，等自己過一個有尊嚴、有安全、有質素嘅晚年。多謝你哋收睇，我哋下次見。祝願每一位長者都身體健康，晚年安樂，笑口常開。